选举的前一天，中华民国107年11月23日，好像有听到火车过来的声音。在附近有新营广场，附近就是火车站。火车站很快就有火车过来，好像是火车过来的声音吗？听到那个是鞭炮。选举的竞选活动呢，放鞭炮的声音啊。在这边等那个火车，远方那边还有高铁，远方还有高铁，好像火车过来的声音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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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沙，呼呼呼呼呼，好像火车过来的声音，在远方桥梁，汽车在跑的那个，再过来这，在西边一点呢，那个是铁路，台铁的铁路。哦，彩霞了，你看，彩霞了。彩霞了哈，彩霞呢红红的哦，天边彩霞红红的。这次一定是火车过来了。刚刚以为火车过来，可能是那个选举的竞选活动的车的声音呢。还有呢，附近学校放学那个车子发动开车的声音呢。附近就是南光中学了，南光高中了。中学哦，有国中也有高中啊。在这边等火车了。远方那个是高铁，远方有高铁的。这一次应该是火车的声音了啦。声音越来越近了，声音越来越大了。这一次应该是火车了。咚，一定是火车。火车过桥了，火车过集水溪的桥了。远方是那个高铁。